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亚洲的天王周杰伦的新专辑《提前来献光》，第2条的新歌《妖的流浪》，这影片 MV 上架了后，得到大回响。天王周杰伦伫美国拉斯维加斯街路那行那唱歌。第2条新歌 MV 还在流浪，抛伫网络了后，歌迷讲周董幽婉真飘撇。好卡无一天，到透早10点半，将近150万人次观看。天王的魅力，互大家拢流袂学老。唔知是安怎，半暝一听到就对咧哭出来。周董新专辑台湾头一批5万张，才7点钟就卖了了。背后伫中国几下所谓平台开放注文，才7天就卖超过100多万张，卖差不多5亿台票。所谓专辑上纽西兰时间菜影响提早伫部分平台献光，考虑歌迷权益和公平性，经纪公司决定予所谓专辑同时间上线。嗨，小妞，要上我车吗？我很帅哦。周董5岁后生罗密欧嘛献出伊的声音，伫新歌《粉色海洋》嘛变做歌坛天王霸气回归，送予歌迷上大惊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